集中营工作人员不允许回家。中国当局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名义下的集中营里，维吾尔人员在汉族同事的严厉监督下工作，他们不允许回家，不能出去，他们受到囚犯一样的待遇。若抱怨这些规定，就被监禁。穆斯林基金会支持中国镇压。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大规模任意关押数百万维吾尔、哈萨克等穆斯林民族。自称为穆斯林工作的苏莱马尼亚基金会却支持中国在国外进行活动，辩护自己的罪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中亚穆斯林主题展览会上，该基金会成员将中国国旗挂在代表中亚穆斯林的帐篷，引起关注。上海发生连环爆炸，上海九亭地铁站附近高架桥上发生连环爆炸。1月1日晚上，上海松江区九亭镇卢松公路高架桥上一货车着火，现场频传爆炸声。社交媒体上，官方以秒杀的速度封锁一切相关信息视频。松江官方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通告淡化事件，官方通告中也没有提及事故原因，也没有像此前事故通告中常用的说法，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哈萨克斯坦充当中间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日在总统府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国内务大臣阿卜杜勒本纳伊夫。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希望继续加深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因此我已邀请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位继承人访问哈萨克斯坦。”鉴于纳扎尔巴耶夫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的关系密切，有报道称哈萨克斯坦愿与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间进行调解。阿富汗一架军用直升机坠毁，驾载有25人的军用直升机10月31日在阿富汗西部坠毁。当地媒体的报道说，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阿富汗法拉省警方负责人法扎勒哈迪希尔扎德当天证实了此次坠机事件。他表示，出事直升机是当天从法拉省飞往赫拉特省途中坠毁的，原因不排除直升机因大雾撞山而坠毁。当地军方已向事发地点派出支援力量，并做进一步调查。